大家好，我哋係 Nova Avenue。你哋有冇留意傳統嘅建築物往往將內外完全隔絕？夏天就依賴冷氣抗熱，落雨嘅時候就當雨水係廢物咁樣排走。呢種同自然對抗嘅模式，背後嘅代價就係龐大嘅碳排放。大家有冇諗過可以用一個簡單嘅屋頂同埋以科技製作嘅玻璃，就可以大幅減少一棟大廈嘅碳排放？我哋嘅作品《會商之堂》唔單止係一個新穎而又可持續嘅建築方案，更係一種透過科技同古人智慧減少碳排放以改善氣候變化嘅大廈。喺我哋嘅方案入面，大廈嘅外牆會主要以變色玻璃構成。變色玻璃可以根據陽光強度調整透明度，可以隔絕85% 嘅紅外線同埋98% 嘅紫外線，仲可以減少熱能進入而降低空調20至25% 嘅能量消耗。以後大家唔使再為咗遮陽光而拉上窗簾，亦都唔使驚會影響室內採光。就算係室內做緊嘢，都可以一邊享有穩定嘅光線，一邊欣賞窗外嘅風景。另外，屋頂中心嘅部分會空出，四周會斜向中心，參考古代嘅四水歸堂機制。當時古人會用四水歸堂去聚財，而我哋而家就以四水歸堂聚能。喺天晴嘅時候，喺大廈內部開住窗嘅情況下，而空氣會上升而喺空出嘅部分排出，靠住煙囪效應，低處窗戶可以利用呢個能量吸入冷空氣，減少對室內冷氣嘅依賴，同時結合蒸化冷卻嘅技術，進一步壓低室溫，有效減輕壓縮機15至22% 嘅負荷。而建築物周圍嘅熱島效應亦都會因此減輕，令到室外街道冇咁熱。喺落雨嘅時候，雨會流入中心空出嘅部分，靠住重力勢能同風值電力，雨水儲起就會衝向大廈下方嘅小型渦輪。小型渦輪大雨期間可以產生3300瓦電力，足以供應建築中心中庭嘅所有緊急照明同傳感器系統，又或者同時為165部手機插滿電。屋頂除咗中間空出嘅部分之外，斜向中心嘅部分會由太陽能板覆蓋。太陽能板發電之後，可以減少大廈嘅電力支出，每年可以抵消134噸二氧化碳，相等於種植咗5800棵樹㗎。呢項設計可以將原本閒置嘅屋頂空間轉化為大廈嘅綠色發電廠，實現美學、功能同環保嘅三贏局面。會商之堂證明咗每一場雨、每一寸陽光都可以轉為城市嘅禮物。呢份設計透過匯聚環境中嘅能量，令建築唔再只係冰冷與世隔絕嘅箱子，而係城市中一塊有生命力嘅綠洲。多謝。